台南市一名70岁的阿嬷，因为不时这痛遐痛，一直痛甲影响着困眠，才来就医。虽然一开始看中医治疗，当时嘛转到风湿免疫科来检查，后来证实是得到纤维肌痛症，也就是俗称的公主病或者是痛痛症。为什么纤维肌痛症被大众所称为痛痛病、公主病？痛痛病最主要是因为患者他有全身性的疼痛，他可能会跟周围的亲友一下说头痛，那一下子说肩膀痛，一下子说膝盖痛，然后一下子说腰痛，所以俗称为痛痛病。那公主病的原因是因为患者可能看起来外观都很好，所以比如说亲友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说，刚开始1-2次疼痛，你就会觉得很正常，但后来他可能会影响到工作，因为他时常请假，或者是说跟你说我就不去上课不去工作，那因为我哪边痛这边痛那边也痛，但是你会问他说那你是什么疾病，他因为病因都不清楚，所以我们其他的这个公主病是大众给这些患者所算是一个俗称呐。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中医科的医师刘慧瑜表示，纤维肌痛症是一种慢性广泛性的痛痛。时常伴随着疲劳、困眠的障碍，在中医的病症属于痹症，后来经过中药的治疗，才让痛痛来减缓。每一个患者来，我们中医的强项就是望闻问切，然后根据患者的体质。然后还有他的当时候的疾病的属性，那加以辨证论治来做治疗。那针灸的部分的话，如果说患者有疼痛的话，其实因为中医来讲的话，纤维肌痛症是属于痹症嘛，痹症就是气血运行不畅，任何原因都可能造成气血运行不畅，比如说病毒感染过、外伤或者是说情志的压力，都可能让患者会有一个气血运行不畅的部分，然后就会产生疼痛。那中医常讲不通则痛，不溶则痛，那大概讲的就是这样子的概念，所以我们就是利用针灸、利用中药去疏通它的经络，然后达到患者止痛的效果。这样。阿嬷伫经过2个月中药合并的治疗，不但痛痛的程度减半，而且发作的状况嘛对2天一改，延缓到1礼拜一改。医师表示，虽然纤维肌痛症病因不明，而且嘛无法度来根治，徛伫中西医的立场。只会用减痛甲缓解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